总统团结国家10讲第3讲去新竹讨论宪政的体制。总统批评政府大家是毋捌看过在野党过半的立法院因通过修法法案，竟然同判违宪，而且是侵害政府的宪法职权。总统这句话呢，是随引起在野党的批评。总统马清德团结国家10讲，25去新竹市发表第3讲，主题是宪政体制。老总统讲起咱国宪法经过7届征修的过程，表示伊家己是总统，有责任依护宪法的5权分立。过来，这支南北立委过去1年伫立法院占过半的席次，敢有通过对国民有帮助的法案，要是只是咧进行政治对立。我当过4届的立法委员，我没有看过立法院会通过一个法律，竟然被判决违宪，而且侵犯了那么多机关的宪法职权。台湾有史以来从来都没有。列出立法院通过的7大争议修法，包含立法院职权刑事法，也有刑法部分条文修正、财政收支划分法、宪法诉讼法、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、警察人员人事条例，也有114年度总预算案。老总统批评相关的法案造成朝野重大冲突，而且可能违反宪法，重新强调民主的精神，就是要用更较大的民主，直接用民权解决。2024年的青鸟行动，或者是2025年的大罢免行动，其实都是同样台湾社会珍贵的公民力量。这些力量没有一个政党有办法主导，也没有一个政党有办法阻止。不过，赖总统讲的话又搁互在野喷。这些都是相当好的法案啊！总统认为警察人员不重要吗？总统认为地方自治不重要啊？以前有改革色彩的民进党不见了，民进党自己打嘴巴的同时，今天我们的总统竟然还污蔑立法院的改革。在野党呼吁讲，赖总统不应该化悲团结，煞继续分化台湾社会，这对朝野的和睦是无帮助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